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阿强啊，今仔日伫个离高雄屏东的外海，大约40里的海峡来围设着操演区，讲要来进行射击训练。国防部讲，这是公然的欺无空。期间更公然违反国际惯例，无预警在距我国高雄屏东外海约40海里处海域划设操演区，宣称将进行射击训练。对此，国防部表达严厉谴责，并及时检派海空以及陆岸兵力监控警戒，适切应处。国防部讲，阿强啊，伫个国际航道无张持以临时无线电放送的方式，宣布讲要伫特定的区域来进行着射击训练。这个举动毋但对国际飞航甲海上船只的安全造成危险，嘛是对区域安全的稳定公然挑战、找麻烦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